讲清楚，麻烦请你讲清楚。时间到。市长，麻烦你讲清楚。时间到。麻烦请你讲清楚。时间到。那我在这边不走，麻烦请你讲清楚。不要走。我不走，不走了，在这边啦。不要走。来，麻烦请你讲清楚。来，市长，我不走，你也不能走。市长，我不走，你也不能走。麻烦请你讲清楚，快点。他站在那里。计划，我想到明年还会到年底还会更多。好，那以这样状况来看，对我觉得我们还是乐观。市长，我觉得你蛮清楚的，你知道我在问你什么？是。我刚刚回台投资，在过去他们是怎么回台投资的？你可不可以讲？就你的经验来讲，因为我知道这台商回台投资也是这30年来我们总算盼到的嘛，春宴嘛。看到的部分，这次是一个很有结构性，而且是属于高阶制造的回台的。是，所以之前的投资跟现在投资其实也是差不多。就说我其实有一些房地产可以抵，过去虽然不多，有些资产，我跟银行借钱嘛，是，我境外的资金并没有回到台湾嘛，但是我也是投资嘛，我 GDP 也会增加嘛，是吧？哈，所以我才理解啦，哈，我也搞不清楚。那所以我想再继续请教，就说那到底在年底前，时间到。到底在年底前，你就好，最后一个刚刚切割，你在年底前有多少钱？哦，就是这个2000多亿，是不是？市长，你请下去，你请书面答复。市长，书面答复。就麻烦回答我这个，我就书面答复。清楚啊，你讲清楚啊，讲清楚，麻烦请你讲清楚。时间到。市长，麻烦你讲清楚。时间到。麻烦请你讲清楚。时间到。那我在这边不走，麻烦请好清楚。不要走。我不走，不走了，在这边啦。不要走。来，麻烦请你讲清楚。来，市长，我不走，你也不能走。市长，我不走，你也不能走，麻烦请你讲清楚，快点。他站在那里，莫名其妙。我的质询大家都看到了，还没有完成。主席自己站起来，时间到，不让市长回答我的问题。时间到。别的委员会可以发生这种事情吗？时间到。我觉得主席你应该跟我道歉。我不需要跟你道歉。你不需要在职场霸凌我。这是我的质询权利。你时间到。作为一个主席，作为一个委员会的主席，招委一点水准都没有。市长，你不用。谁没有水准啊？大家看得很清楚啦。你水准那么高，我跟你讲了，水准那么高，为什么民进党？你可以继续侮辱我。为什么民进党？道歉！你除了会骂我们这些委员是校花之外，你还会做什么？你给我道歉！你给我道歉！你给我道歉！给我坐下来！你回答，cent长，你回答。30秒了。好，肖英。来，市长。肖英让你答。那又怎么样？那是民进党的事，关你什么事情？关你什么事？关你什么事？那是民进党的事，关你什么事？我们看下一位请。